特别证实讲，头一个发救命消息的，就是伫飞行机内底军文社的新闻官陈应德。伊坐伫咧飞行机后壁，差不多下早10点钟，用手机传来群组回报飞行机强降落的情形。伊讲到伊的脚互飞机的碎片夹条咧，伊看袂到其他的人员安全的情形。网络媒体嘛报道讲，伊随传坐标伫咧倒位到三港救援。73年厝陈应德拄开始是咧部队做医护士，落尾去军文社做新闻官，会当讲是军方头一个查某摄影。第3只，第4只，最后一只，好都有。救援队员真细腻，来咧试每一支脚镜头啊，是毋是有反应？好佳再无伤着神经。军文社新闻官陈应德倒伫咧单架顶，真好运，互人救着。军方证实，飞行机迫降的同时，头一个发出救命消息的，就是伊。为着帮助伤者赶紧脱困，救援队员赶紧切断飞行机顶的残骸甲线路。这架乌鹰直升机迫降伫咧山区，飞行机顶的人的座位也逼光啊。其中2个驾驶叶建仪中校甲刘振副上尉，以及机工长柯宏斌士官长拢坐伫咧头前的所在。另外，参谋总长沈一鸣是坐伫咧乘客座区的头一排，拢不幸来受难。根据军方的人表示，因甲头一个发出请救消息的新闻官陈应德伫咧早起9点41分，也阁有通电话。军文社的人先是来问状况，希望陈应德会当支持落去，表示救援队员拢已经赶过去啊。1点钟了后，陈应德阁回底伫咧飞行机内底，刷落来嘛有后底来通话8秒钟，伊嘛透过来回报，伊坐伫咧机舱的后壁，双脚互物件缀着，嘛无法度看到飞行机顶其他的人。阁有网络媒体报道，伊伫咧当下嘛及时来将坐标的所在传转来协助搜救。跟着摄影机记录军中的各种活动。73年厝的陈应德原本伫咧陆军，伫咧部队做医护士，落尾来转换跑道，目前是担任军文社新闻官，阁是头一个查某的摄影师。即摆拄着迫降的事件，伊头一个发出请求的讯号，嘛互救援队员把握头一个时间及时来救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